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的角度看的话，那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所以从这个来说的，就是不能以为是这个是离我很远，人家是本来好像是一个菩萨啊，所以就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觉得我们就稍微就做了一点点功课，做了一点点功德，然后呢就开始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成就感，那样的成就，那种想法也是有点不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修持佛法需要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或者是很短很短的时间。这来说的也是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定下来修持佛法，得到这样的成就，是一个人要从什么时候修到什么样子才是会得到，都没有办法这样讲。主要都是要看自己内心的发心感，对这个修持佛法的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呢？诚信，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案例一样，他呢就是在割下他自己大腿的肉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证悟菩提心，他也并不是菩萨，但是他完全就是有一种呢，就是自轻他重的这样的一个心。那是不是他就是从小学习了很多，听了很多的课，因为自轻他重才是有多么多么的功德，是这样吗？那也不是。但是自然而然他内心里面的慈悲的力量，所以他就把这个看到这个病人没有救，而且是那肯定是同时，当然就是看到了那个病人的怎么说呢，求生之望啊，那么就是非常强的有求生的这种欲望愿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任何一个人都是一定会就是有能力的话去帮他。有这个想法来说到，就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有这种的想法。那么这个呢，就是有大与小的区别。像比如说我们一个普通人，就是要看到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是邻居，那么就已经是到时了，就没有办法再可以活下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谁都会心疼。但是心疼是有不同的程度，家人就更不一样，家人亲人或者自己最重要的人就更不一样。但是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呢，有慈悲心的那么就是有菩提心的人来说的话呢，有菩提心的人当然就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嘛，就看到任何一个众生都是一样有这种的慈悲心，会内心里面有这种的慈悲心散发的出来的时候呢，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就像刚刚前面的这位那么就是他故事给另外一位病人的这种慈悲是什么样子的慈悲，那就非常殊胜的。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回报的这种需求的，并不是说他如果活下去的话，我今天割一点点肉给他的话，那我这一生当中过的一定是就是天经一样的生活，有这种时间法的需求的方面，他如果是有这样做的情况下，那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严重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执着在里面嘛。那么痛苦全部都是同样的，但是他不可能会马上得到能够可以在这么大的一个证悟嘛。但是他没有这些需求，他只有一个想法，只要是他好，那我死了也可以，他就觉得有这种的想法，反正就放下自我，然后就是他比较重要，我并不重要，所以就自轻他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就是他痛苦也许可能也是一个晚上在没有办法入睡，也不是好几天吧，应该是几个晚上或者是一个最长的话也是不会几天的时间。以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有一次一点点入睡的时候呢，那就是他就梦里面呢就是见到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呢就是特别的就欢喜的去加持了他，然后他的病也是好了。反正就是这样嘛，众生我们认为的痛苦这些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梦，一个幻觉，这是一种虚假的一个虚幻当中，我们活在一个虚幻当中，虚幻当中一直在执着，
所以我们会感受痛，感受不舒服。这些一切所谓的快乐也好，所谓的痛苦也好，这两种的感受都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虚假的。那么根本上面来说呢，他梦里面观音菩萨加持他的时候，并不是他真正的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已经受伤了。观音菩萨呢，就是各种方法用他的法力来加持了以后，那个伤好了，不是这样的。那观音菩萨就是要加持他的时候呢，这就是让他认识他的本性，所以他已经证悟了以后呢，所谓的一个肉体感受这些的所谓的这些痛苦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一种梦一样的，在梦里面的感受一样。所以呢，他就从内心里面证悟了，并不是外在的这个皮肤的伤，以观音菩萨处理了，那么就是用医生处理伤口一样，观音菩萨把他的伤处理了，所以就他的伤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当然不会留下任何的这种痕迹啊，就是怎么说呢，那个伤疤啊那些当然不存在的。因为什么？因为本来不存在的。那所以我们所有的众生就不知道本来不存在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轮回，也一直在不断的在轮回当中，也是不断的在痛苦，原因都是在这里。那么就像观音菩萨加持给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了解了，已经觉悟了。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像比如说我们的修持佛法需要多长时间多久时间，这并没有这样的。那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就是为了亲人啊，这些就是把自己的肾脏啊，自己的肝切一半给自己的亲人，或者是自己的肾脏拿一个给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朋友的，这些事多了去了啊。但是他也这样给上去，他也是一种大的放下啊，但也是当然就是有这些功德，但是这个是他怎么去看啊？那么怎么去看啊？怎么样的去布施？那有些人为了钱，把自己的肾拿一个就是卖出去多少钱，然后那些都是为了钱嘛，或者是有自己把这个为了钱买掉自己的器官的，也是有很多，尤其是肾跟还有肝那些，然后也是有为了亲戚的这种感情啊等等，为了亲人啊什么，那就不行的时候，就是把我自己的那个肾或者是肝那些拿出去给他的，这些是多了去了嘛。但也这一切都是因为并不是说真正的修持佛法能够得到菩萨的果位，以这样的发心和布施，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没有达到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个身上的这种怎么说呢，疤痕肯定是会存在的，因为你内心里面还没有断除执着嘛。因为一开始你给他帮他的时候，也是一半是慈悲，但是一半也是执着啊。因为为了他是你的亲人，而且是他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他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为了金钱，为了什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身上的疤痕也是会存在，但是内心的执着还是一样的存在。到最后呢，就是还是一定会有更多的这种希望跟指望，什么等等各种各样的，也许可能变成是你这一次的这个布施，就是变成更对你的自己的人生当中会造成更痛苦的都有可能啊。身体越来越不好，心情又越来越不好，好像曾经给他过的那个人对你又不怎么样的情况下，那就更痛苦。那所以就是痛苦加痛苦，痛苦加痛苦，那就是一个起心动念的一个区别，就是这样的。完完全全为他好，没有不求任何回报的情况下，那我们在修持佛法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最后的圆满回向的时候，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回报啊，不需求任何的回报，唯一的需求就是我跟他都要成佛，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可以需求的，而且这个是必须得要需求的。任何一个菩萨做布施的时候呢，在怎么说呢，天人啊什么一些问他的时候，你有什么需求？他只有一个需求，是什么？要获得菩提果位，要获得菩萨果位，要获得成佛。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任何需求。他们同样的回答都是这样的。
佛陀的很多事的时候，都是变成，有的时候就变成国王，有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国王子啊什么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都是在布施给他人的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血肉也好，自己的生命也好，布施给他人的这个次数是非常多嘛。那么每次都是以这样的发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有奇迹的发生。所谓的奇迹是什么？就像我们就刚刚在梦里面观音菩萨出现一样的道理。那种的时候，同样的想法也是同样的问题。那又问他说有没有后悔？你现在这么痛苦的样子，看起来你应该很后悔吧？那他也没有后悔。菩萨的心就是这样。所以就是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圆满这么大的功德。但是这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吗？那普通的人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情况下，那我们是怎么办呢？要去学习，从一开始，从小小的方面，先一开始从自己的怎么说呢？物质开始可以放下，没有办法放下自己的肉体，乃至自己的物质开始放下。那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个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那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楼下看到一些没有衣服穿的人。你们有没有办法就自己的身上所有的衣服直接脱下来可以送给他们？做不做得到？那这个如果是在这样讲起来的话，衣服倒还好了，没所谓了。但是如果是突然之间我们一下去的话，路上就是看到有一个人他真的没有衣服穿，然后就跟你要衣服的话，你脱下来你的衣服给他也是应该是很难，也许可能你看都不看一下就马上走了，或者是他直接说。你可不可以你的衣服给我？那你就觉得那我怎么办？一定会有这个想法嘛，对不对？所以就这些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这样的，就从自己的所有的执着的东西开始要学习。这个南极万龙这个呀，自本做人着康着